來關心天氣，風颱紅霞已經離開台灣，不過受到外圍環流影響，台南透較南風，台東甲南部也是會落陣雨，一直到禮拜二了後，這太平洋高壓變強，天氣才會變較穩定。紅霞風颱今日透早3點正式登陸中國的廣東，淹過台灣天氣原是繼續受到影響。氣象署分析，昨日7月受到紅霞風颱外圍環流的影響，台灣整體方向是偏南風，南方雲系掃到北邊，各地天氣依然無穩定，一直要到7月28了後，太平洋高壓增強，天氣才來恢復穩定。低壓的範圍是逐漸的在朝西邊這邊退過去的，所以在28號開始，台灣地區的水汽會開始慢慢的減少。那主要受到南風影響的這個對流，也都是會在28號開始逐漸的趨緩的。午後的陣雨也是會逐漸減小的一個趨勢。氣象署有估對2號開始到8月初，各地才會恢復真標準的熱天天氣形態。雖然南部繼續有雨，不過到7月2日早時10點，閘門水庫抽水量3.81億立方公尺，抽水率84.86%，甲烏山頭水庫加起來抽水量是4.26億立方公尺。甲2號開始落雨進前來比較，閘門水庫抽水量是3.83億立方公尺，無增加佫降低。我們曾文烏山頭的灌區2期座6組目前都在攻灌，那一天的供水量呢？各標的的用水量呢，大概就要400萬立方公尺的水量，這是屬於正常的一個現象。目前南部地區水情都是正常的。另外，氣象專家提醒，所來今年第13號風颱北海底可能形成。氣象署是分析，像菲律賓東方海面赤道附近熱帶風速發展真旺，無排除形成熱帶擾動，也是風颱機會。今日風向初估對台灣影響真少，所來繼續來關心注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